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原来我们看起来的寻常食物，竟然隐藏着那么多的智慧结晶。话说，来到这里，怎么可以不品尝一下猪胆干的在地料理？阿伟哥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有这3道嘛，我要从哪一道开始吃啊？我们一定要吃我们最传统的我们的蒜苗胆干，单纯的用一点点酒、一点点糖，我们就给它清蒸个15分钟就 OK 了。哦，好香哦！它有一点点那个乌鱼子的香气，对，乌鱼子的香气，然后它其实有点吃起来像那个鹅肝，可是它没有鹅肝那么粉。对，待会慢慢的嚼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它跟鹅肝一样，那个香气是很浓郁在口中。对，而且是完全没有腥味。因为我们客家庄那时候是清简嘛，那时候的话，如果杀了一只猪之后，那个猪的内脏，像胆肝啊那些啊、猪肺那些啊，都舍不得吃，因为一只猪只有1个嘛。那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腌制起来。那腌制起来的时候，如果遇到贵宾、遇到长官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道菜出来，是我们客家庄最上等的料理。你来试试看这个我们的客家的那个咸稀饭。好，我们客家先民的智慧真的很厉害耶，就是这样象征我们早期的那个农村生活，就是不浪费又勤俭。对，连这个刚刚你说的这个末啊，都把它留下来做粥，就是真的是象征，真的完全不浪费。你今天能够吃到这道菜是非常的荣幸，因为这道菜已经失传了50-60年。那现在能够吃到，是因为说，我们请教长辈，给他把这道菜继续发扬光大，给他流传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吃这一道菜，这一道菜是我们这个老街的招牌菜，它里面有胆干、腊肉，还有香肠，那配上一点点蒜苗跟辣椒干。现在的都市人他比较不吃咸，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，把那个胆干的特色把它发扬光大。问题是不吃咸的状况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就只好配一点点那个腊肉、香肠去拌炒，就不会这么咸。那它的味道会比较甘甜一点，那配上那个香肠跟腊肉的味道，口感那个脆度是非常的好。原本重咸口味的客家食物，为了因应饮食习惯的改变，做了些微调整。如今阿伟哥将食物换了新的面貌，加入更多元的口感，客家饮食文化便能继续传承下去。